爸爸，我後邊好痛啊！啦，你書包咁重，同埋你個姿勢都唔啱喎，咁樣咧會影響到你背部嘅肌肉，好容易有烏龜頸㗎，同埋都影響個脊骨發展㗎喎。乜嘢烏龜頸啊？有研究顯示，過重嘅書包會令到個重心偏後，呢個時候為咗平衡，小朋友好容易向前傾側，咁樣就好容易有頸椎前傾，即係俗稱烏龜頸、圓肩，亦都會增加咗腰背嘅壓力。長時間都係咁，會令到未成熟嘅脊椎喺成年之後會面臨更高嘅腰背問題。如果過重再加埋姿勢唔好，咁好容易有功能性嘅脊柱側彎。記住，功能性嘅脊柱側彎係可以透過物理治療去改善㗎。英國嘅物理治療師公會指引，書包最大嘅重量最好係體重嘅10%。記住，如果有多餘嘅書，一定要執出嚟啊！千祈唔好用擔孭嘅方式，因為擔孭嘅方式會令到肌肉唔平衡，增加咗背部同腰部嘅壓力，好容易有功能性嘅脊柱側彎，所以一定要用返雙孭。肩帶一定要夠厚同埋夠闊，咁樣先可以令到書包嘅重量平均分配喺膊頭上邊。如果唔夠嘅話，可以加軟墊，咁就唔會有壓痛點㗎啦。肩帶記住兩邊嘅長度要一致，咁樣就唔會好容易有高低膊㗎啦。胸帶可以令到書包嘅重量拉返向身體嘅前面，得到平衡。記住要扣得夠緊啊！腰帶一定要扣緊，佢嘅原理就好似 BB 嘅 hip sit 一樣。如果冇腰帶嘅話，就可以用一啲外掛嘅腰帶。書包嘅位置最好要貼緊背部，上沿嘅位置最好喺膊頭以下，下沿嘅位置最好腰部嘅上高，咁樣書包嘅中心點先可以喺身體嘅啱嘅位置上面。當我哋執書包嘅時候，記住要將重嘅嘢放喺書包嘅前面，貼緊身體。輕嘅嘢就可以放喺後邊。當我哋攞起書包同埋放低書包嘅時候，千祈唔好彎腰，盡量利用下肢嘅力量去發力，咁樣就唔會增加腰部嘅壓力啦。如果我哋要長時間企嘅話，就要將書包放喺地下，例如搭地鐵，可以將書包放喺地下，等條腰冇咁辛苦。跟住落嚟教大家做一個姿勢穩定度測試，將雙臂向前平舉90度，手掌向下定住喺度30秒。如果有以下症狀，例如上身明顯後傾啦，出現盤骨前傾或者腹部突出，或者手臂無法維持高度開始手震，咁樣咧就證明佢哋嘅姿勢穩定度比較差，核心肌肉比較弱。橋式運動，小朋友瞓喺地蓆上面，雙腳曲埋，兩隻腳平放喺地下，然後將盤骨抬起至膝頭哥嘅高度，定喺度維持10秒鐘，20次一組，一日3至4組。青蛙跳，小朋友企喺爸爸嘅前面，爸爸將大髀打開，呢個時候咧，小朋友咧就跳起。當爸爸嘅腳大髀收埋嘅時候咧，小朋友咧又跳起打開。咁就可以令到小朋友做一個跳躍嘅動作，8至10次一組，一日做1至2組。拗牛式，牛式，小朋友趴喺個地蓆上邊，然後將腹部向下沉，頭同埋盤骨咧向上移，好似一個 U 型咁樣，定住喺度大概5秒鐘，之後就相反方向，貓式，收緊腹部，令到成個脊骨咧好似拱起一樣，頭同盤骨咧就向下沉，定住喺度大概5秒鐘，重複呢兩個動作做10次一組，一日做1至2組。平板支撐運動，放一張穩陣嘅箱喺小朋友前面，用作支撐。小朋友將雙手放喺個箱上面，然後做一個跑步嘅動作，收緊核心肌肉，大概做10秒，5次一組，一日做1至2組。單車式捲腹，小朋友瞓喺地蓆上邊，背部貼緊地面，然後將雙腳抬起大概90度，跟住將雙腳輪流踩住個波，大概10秒鐘，10次一組，一日做1至2組。抬膝跑步，父母可以企喺小朋友前面拎起個波，然後小朋友呢就做一個跑步嘅動作。呢個時候將兩邊膝頭哥抬起，輪流撞擊個球。雙腿抬起推球，小朋友趴喺地蓆上邊，兩隻腳輕輕離地，然後呢趴喺度
慢慢咧將球推出去，父母咧就喺另外一邊接，然後來回大概做10次，一組，一日做1至2組。紅爬採用4腳嘅跪姿，雙手喺肩部下邊，雙膝喺髖部下邊，手同腳輪流做一個爬行嘅姿勢，記住背部要平直。兔仔跳，我哋將一個穩陣嘅箱放喺小朋友前面，小朋友雙手撐喺個箱上邊，然後利用雙腳左右跳動。拍肩，我哋做一個掌上壓預備嘅動作，然後就可以同父母一齊輪流拍對方嘅手掌。深蹲，小朋友咧做一個深蹲嘅動作，可以咧收緊腹部嘅肌肉。上下為之1次，10次一組，每日可以做1至2組。直腳抬腿運動，小朋友瞓喺地蓆上邊，然後輪流將每一邊嘅腳伸直舉高，踢向枕頭上邊。側身平板，小朋友側身躺喺地蓆上邊，一隻腳曲埋，一隻腳伸直，然後咧將一隻手支撐起上身嘅身體，跟住令到身體成一條直線，訓練核心肌肉。定住喺度5秒鐘，5次一組，一日做1至2組。